OK， 繼續係基本不等式嘅問題啦。咁呢個題目係嚟自13年重慶理3嘅。咁佢就話呢個 expression 嘅最大值係啲咩咁樣？咁當中 A 係有個取值範圍噶。喂，咁呢條題目咧真係有啲棘手啊，真係諗爆頭。點解咧？因為我之前做嘅所有關於基本不等式嘅題目，佢都係問最小值噶嘛。而家佢到題，佢調翻轉問最大值喎。喂，真係棘咗喺度喎。嗱，呢條咧你就可以睇到出題人佢其中一個出題嘅方法。基本不等式講咩㗎 ？A 加 B 係大過或等於 2AB 啦，係咪？2開方 AB 啦。咁當中 A 同 B 要大過或等於0啦，係咪？呢個係我哋平時解讀嘅方法啊嘛。而家我哋要拉闊啲嚟睇，換個角度去睇。我哋而家要從呢個符號嘅右手邊睇翻去左手邊。我應該咁樣，我應該將2調翻去調嚟呢度。我係咁樣睇。OK， 呢個時候我哋再從呢個符號嘅右手邊睇向左手邊。咁樣我哋揀嘅方法就調轉咗嘅，就變咗嘅喎。就係話根據基本不等式，呢個根號 A 乘 B 其實係細過或等於呢一抽嘢喎。換句話嚟講咧，A 加 B 除以就係呢嚿嘢嘅最大值。哦，真係 mind blowing 啊！啲咩啊？呢個就係出題人嘅其中一個出題方法，見唔見到？咁所以啦，呢嚿嘢佢其實根據基本不等式，佢係細過或等於3減 A 再加 A 加6嘅，咁即係9。咁所以啦，最大值係咪就係9/2咧？未得住，我哋未 check 佢可唔可以取等號。取等號嘅條件就係3減 A 要等於 A 加6啊嘛，係咪？咁我哋試下咯，3減 A 等於 A 加6，咁即係話2A 要等於-3，咁 A 要等於-1.5，咁可唔可以咧 ？OK 喎，點解咧？因為-1.5係喺3同-6之間嘅，咁所以取等號係 OK 嘅，所以我得到個結論啦。呢嚿嘢最大值就係9/2 ，B 搞掂。